你好，请问爱求哪位？我爱求新兴茶站，请问是调表3000吗？求新兴茶站是200个元，老调表差不多加4。好，欢迎你来到新兴茶头，这间茶头的历史超过100年，融合欧洲式和日本式的结构建筑，美食是台湾冲干铁路的最高点。哇，我開始期待了呢。超群是唔是有隻龍天團橋呢？是啊，龍天團橋沒有100年的歷史，佢係經歷過200台灣總埔大地圖，長留下來的團橋，歷史選擇當有意義哦。好，今日天卓愛求，該位含有台灣第一間的鐵道自行車，歡迎你求體驗。天卓當好生。等下下你就做得對新興茶頭，坐鐵道自行車求龍天團橋，這隻自行車當特別係環保綠能創新的，做得用天氣過充電。啱站得哦，硬體上嘅安全設計也做到當好，有 GPS 定位和自動語音導覽，求山線鐵道。歸路日會經過3座鐵橋和8隻磅礦，當得的求體驗。去到東站容到了，這搭日就是新興茶頭。是麼？祝福你上到歡喜。